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教育部的朗读稿。115年度学生已经读到高中组啊，进前已经去甲国小组、国中组拢甲读过啊。啊，想讲教育部因的朗读稿的订稿延长到7月31日，敢若安尼规气。甲因的即个学生组的朗读稿嘛，拢甲读咧啦吼。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当然，恁若伫咧 YouTube 应该在看到一寡消息，因为伫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吧，敢袂使你讲。错在我甲用掉去啊，这应该是爱，我毋知进要我改。可能无得改来看。好啦，安尼就继续错误啦。要来读第6篇甲第7篇安尼啊。顶悬的迄个标题可能用对第4篇、第5篇，不管。重点是内容啊，题目就不管。顶悬这个连结是中央文化司伊放的迄个连结，有兴趣会使讲参考。我看卖会使安怎来用一下。好啦，我就甲大家确认好啊，只要是安尼啦。只好如此。我淡薄时间，然后。好啦，敢若用着去安尼。要读一篇，阮阿舅是运动底的，然后再来是龟头得掌哦，迄个手艺。龟头得掌的滋味。只好是安尼咯，所以可能你有兴趣，我等下确认，这是连要读的这2篇，顶悬的标题，敢若放唔着去，敢要我改，可能，这可能，敢会使改，我试看下。迄真正是，敢会造成误会，会使咧，敢若会使。好，总算会使。好，这个马雅哟，感谢你，我唔知，陈义军哦，罔听，罔参考。高中组的第6篇甲第7篇，毋过我就讲，都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，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。我的脑怪怪。请若的时阵，毋好迄种的，爱关麦克较好势啊。看卖佫有啥物货？顶悬这个连结是中央文化司伊的迄个维顺的，就是要变调，无爱变调啊。要读的是高中组的第6篇甲第7篇，然后其他我佫大家遐个台语的一寡信息的连结来参考。其实我的连结愈大愈多，就啊规个咁要找落来。所以凡事应该有章数。安尼，我电脑无好找，我咧
啊对。啊，我可能迄阵，这个好啦，这个可能没有我大，我大，迄个克拉哈斯的确认，敢若有当阵啊，伊的，那是连接伤多，才是字数伤多，我毋知佫一个原因。我伫别所在 copy 了，要来打时阵，伊就无互我打，所以变成真正爱搞到我一条垂落连接。好啦，可能艺术打唔掉，看卖啊。我真正应该有想啊，只是我毋知飞去对啊。好啦，这条教育部的新教典这个，还有附了找家己教拍伫遮，然后搁一个迄个进前他迄个生活，毋可能叫我容易想透进去，就是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，一寡线顶的资源安尼，无就歹找了，有无？好，不管啦，反正我就讲，都合内拄好，时间内拄好，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歌册，必常来啊，罔听。啊那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，随我就继续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我讲开花结子，开花结子伫咧头前半部，我就讲伊是开花结子袂输是。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，也毋过已经到故事的尾站啊。伊总共59章，即摆已经读到54章啊。遐个那师夫人的客兄迄部分，大概后壁拢袂出现啊，因为拢7老8老是要安怎个有迄个师夫人的客兄的情节哩，所以拢听，看伫过几分钟啊，咱再来读即个教育部浓缩稿。安那，请讲。我再先插播一下。无问题，互你插播。好消息是我平安到上兵岭受天宫遮，刷落来2天要伫遮上课。真好。你应该有看到迄个课程嘛？吼，就是温宗涵老师伫遮办迄个宗教的连续宗教课程安尼。真好。另外一个歹消息是，拄则几落个学员，搁有庙方的人员，拢讲华语。安尼你著继续讲台语啊，因为迄个啥，我告你一个消息，连迄个 AI 吼，我嘛用台语甲点啊。因为即摆 AI 伊嘛有才调接受台语文嘛，我就直拍台文啊。拍台我就甲点啊，念咪会使，念咪袂使，到底是安尼甲装笑的哦。歹势，伊就写，是的，当然伊拢写汉字啦，所以伊的来源我毋知是对。因为你甲问也袂甲你讲伊的来源是啥啦，反正你就甲当作伊会晓的啦。就用台文甲点啊，所以我就讲咱应该甲台语文成做咱优先使用的啦。我就讲目前为止，我啥物时阵会讲华语，迄个人是外国人，一看就是外国面迄种外国人。伊佫真正敢若讲英语甲华语，我咧只好讲几句华语了，我甘愿用英语啦。当然，我个人现主是无才调迄个自称叫做爆米香的米饭话，讲即世人我佫讲华语，我是暂时无得就住讲我会讲啦。好，非常祝你顺利。就安尼啦，我先去办 check in，恁读册顺利。随时要甲阮汇报是真欢迎 ，OK， 好 ，OK， 拜。顺行，好，随便讲1分钟了，我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开花结子啦吼，Carol 就罔听，看会使读偌济就准偌济，因为我讲即内底足侪种3字词、4字词，也是理俗言语咧，客家话安尼。咱搁踅转去1980年，咱家搬来建国北路无偌久，咱阿亲对王查某的傲慢怀霸，杀得真不睦。
啥不目，我袂记迄个不目州的目好啦，不目吼，目前目州嘛吼，不目。拄牵王查某，互喷仔坑一个跋倒，煞牵拖对干啊清遐去，无事无备，冤两三工拢袂收煞。做一世人某路的干啊清，郁卒甲袂动直，就啉农药自尽，人着死半工啊，才互好主当着。翁甲死啊，王查某无害艰苦，嘛无毋甘，连半滴目屎嘛无流着。颠倒规头壳拢伫操烦，后过要叫啥人来奉太伊啊？结结律令叫村夫甲公照，一定爱赶紧来发道，袂使拖伤久。敢讲60当前的干阿青是青梅才会带王查某即款好爸母做家后咧。所以这因为故事即个小说是自1896年开始讲起。讲到王查某甲干那青的老爸老母就是安那，我袂记，反正就是头尾敢那讲几百年吧，百几年，因为上头前因为迄个人物实在是牵太多，敢那50个啊几个吧，啊所以一个是1901年出世，干那青是。干那这是1898年出世，王查某是1900年出世，所以等于是头尾下过3世纪安尼。好啦，反正我就讲这是插花啦。啊，时间敢若到，咱就转来读这个朗读稿安尼。Carol， 高中组的朗读稿第6篇吼，阮阿舅是运动底，伫台语内底就是。职业也是行为斗一个底字，就是咧讲迄种的，吼，反正就是较常听到的，就是咧讲什么豆菜底啦，还是什么伊即马讲运动底嘛，吼，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较常听到的即几个嘛，土水底，什么底，反正你拢会使斗得到啊。所以，本正一个语言能力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是有才调，或者是爱做心事啊。所以有一寡台语能力也无够的人，竟然会拼出来讲，啊，无人安尼讲的啦。吼，若拄着即种人，我的建议是你甲吼，该当作狗咧肥，莫插伊安尼。因为迄时头壳无够好，才个啊，无人安尼讲的啦。我毋捌听过人安尼讲，啊，你是台湾头当尾听头，拢互你无听到呢。就准讲你无听到嘛，无代表无人安尼讲啊。啊，准讲无人讲，我即摆咧讲敢袂使。所以拄着迄种人，我就甲你讲，吼，互伊3声。好，咱来读1篇、2、3、4段尔。吼啊，可能咱要一段一段轮流读，还是一半一半？啊，两段呢？我先读一段啦，后壁再看。吼，啊那 Carol 在了，要总读嘛无要紧。大家的朋友，恁有兴趣，真欢迎起来做伙来读。反正我就讲，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。而且佫一句上重要，毋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心开始才会变熬，好无？毋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心开始才会变熬。好来，咱来读这篇。阮阿舅是运动底，蔡淑芬。阮阿舅烟头佫飘撇，伊的身悬要换100倍，三抽。伊常在讲伊家己是运动底，讲伊从细汉的时，凡伫运动场的活动，会使讲是认可不倒啦。比如讲电赛的铁饼、跳悬、跳远、竞赛的走标，佫较免讲，走长走短拢足厉害。定比赛摕冠军，金牌一大堆。伊的体能好，做囡仔头王算轻巧。伊定带阮四界溜去，做一寡快乐的戆代志。哦，真厉害，够傲。来 ，Carol 你读。阿舅少年还未结婚的时，伊就做师仔，修理汽车。伊的工夫是一对一的。阮阿金是护理人员。因是自由恋爱哦，大家一点好奇讲因两个哪会牵做伙？因
我妈伊早伫大厦经营自助餐，来的拢是随下课就赶要食饭的学生。一摆规定人做伙入来，无闲做一困。当时我妈请八临时的学生工，阿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妈较做性，若看到有人骹少慢顿，就会大声骂人。阿金虽然毋是上准、上伶俐的，毋过煞是上耐操、上会看得卖。阿舅笑讲，因为嘛袂走，刚刚就带伊咯。阿金应讲，伊早常常听恁母啊细细念，就决定要嫁你，互我来甲你细细念，安尼才袂食亏啊。这是因咧搭喙稿，嘛是感情好的证明。真正是啥？翁生某段，食饱伤苦安尼，还是目睭看电视，好，我搁读一段，才换 Carol 读安尼。阿舅即摆经营一间收货厂，因为伊是运动店。嘿，你讲。我谈到的所在无？我暂时无听到。Sunny 来啊，吼，安尼我搁读一段，才换Sunny阿尾豆，吼，阮咧读第6篇，暂时我无听到。若准讲念咪，咱就再来讨论。体力好，服务嘛好，对头员工甲人客哪亲人咧，所以生理强强骨。伊常在伫散工了后食淡薄啊，讲安尼会当放松兼和朋友博感情。因为定定食宵夜，所以阿舅的体重直直增加，为60几公斤变做90几公斤，身材圆练练。阿嬷笑讲伊若水面力咧，查甫人酒若啉，话就多。这个时阵，伊阁会提起当年运动遐个请影的代志。阿金就消遣伊讲：对，你即摆嘛是运动底，运动的时间真短。Sunny 我你阿尾段，有无？毋知 Sunny 好，我拄则伫电开，我即摆出来爱有人来啊吼，安尼得。台语有就是迄种感名字，啊，就使摕出来消遣啊哩。运动底，啊是 Carol 心头好啊。Sunny 头好来，Sunny 头。我吹出来，奇怪，我哪会吹出来水波？我看我等下等。然后我怎样为遮试出来？运动底。安尼有，平日怎来？我是第2段，敢是还是第3段？上尾段，正手边上尾段。上尾段吼，你都头完去。来，中。对，阿舅会去车配收配厂买裤手啊，伊讲要请一个负责这家的员工，安尼伊就会当较轻松啊，望伊会当照成员。后日啊，较有闲工，就会使亲像较早同款，带阮4个嫂佚佗兼运动。伊迄天腹肚若消去，恢复伊原本运动底体格，就又搁是阮迄个三夫头搁漂皮阿哥。好，以上就是这篇。阮阿哥是运动底，叫人阿金消遣讲是运动底，运动时间真短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后日啊，即个词上尾段会算第2纸后壁，到第3纸嘛吼。因为即种迄种时间复词啊，伊有几落种境外意思啦。当然，伊用中文来解说，就是
什么日后、以后、将来、未来的日子嘛。所以，伫咱的台语内底的，单头单尾有足侪人有无共的讲法，什么日后啦、以后啦、未来啦、后日啦、将来啦，这种拢嘛是会使讲的，只是每一个人迄个思辨是无共款的安尼。这篇我看伊较无啥物。像进前读什么四字词、读字、读书，啊，不过伊咧用字，我嘛感觉，拢有诶有倒句，还是押韵就对啊。像迄第一段对无？溜溜去讲代志，这就是押韵啦。虽讲写文章、写散文，较无咧要求押韵这条代志。啊，不过王秀华老师捌讲过，就是你若有法度押韵，因押韵无安尼简单。你有法度押韵，其实会互你文章加足好读的。尤其这种朗读稿是要互人读的嘛，啊，互人读的就是要展现迄个阅读者的心情啊。啊，若有押韵的时阵有倒句，这读出来就会有少迄种啥韵律效，还是 melody， 就敢若迄个歌册迄种四句连七字啊，一拍四句。迄四句，拢至少可能有3句是押韵的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当然，伊嘛有一寡算现代词嘛，收配唱即种的，就是毋是古早词啊，因为这是迄个啥，开始有汽车行业了，开始出现的嘛。啊，所以其实。本正台语就是逐项代志拢听佢讲的啊，真差是讲有人家己写做文本，互咱后壁人通来读，甚至念无安尼。然后又一字湿淡薄啊，湿淡薄啊，就是拄啊，即字是迄个啥？英文甲台文是共一字，佮共一个意思，叫做啥？小酌哟，就是三啉哟，就是无要什么牛饮哟，还是灌豆胶安尼，就是这个字有的人是会用接啦，接一个，啊有的是用湿安尼，啊拄啊这里就是甲英语是共字佮共音。共字佮共意思啦，共音是差一丝丝啦，因为种入声尾伊是袂有声音的，伊敢若会有喙形尔。迄个啥，英语的即个 SIP 伊就是会有声音的，伊是会有声音的，所以字是共的，要毋过迄个意思是无共款的。倒是目前教典敢若无受湿，即个教典敢是受湿的款，我想我印象中，我可能来湿，我会记是湿，因为迄个湿字嘛是少字啊，所以先讲即个作者伊就规气我写汉字，因为是湿。啊，嘛会使读到湿安尼，接一喙就好，莫啉伤多。接一喙就好，莫啉伤多。系啊，所以湿，我会记我细汉敢若听到，敢若湿的音敢若较济款，我袂记起来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迄个像唱的歌，就是应该是顶世纪的啦，吼，就是出的歌内底就是迄个歌词，还是布袋戏内底，湿一杯偌好，你敢知？猪头皮的歪歌内底敢若嘛有诶款吧，我袂记起来。敢若是下面两起的台词吼，还是啥我袂记起来。我记会有一寡综艺节目，也是真正是我印象都是顶世纪的啦，就是2000年进前的嘛，湿一杯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
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或者是要自头读到尾啊？有无安尼？Sunny，你拄仔是读上尾段，安尼要互你读头前两段无？啊，Carol 才后壁两段呢。哦，有灵。因为我无看到玉玲的影，奇怪，还是玉玲爱出声，还是玉玲爱出声，我才看会到影。以前无看到伊，我毋知。来咯，奇怪，进出有听到声音嘛？毋是无看到影咧，奇怪，到底是我的手机的问题，还是安怎？知？我看3年做奇怪。毋知啥物原因啊？你？哦，有啊，我现身啊，看到玉玲现身啊。安尼拄则我是读第一段啦吼，我读第一段、第三段 ，Carol 是读第二段，Sunny 读上尾段，安尼是毋是？Sunny 来读第一段了后，玉玲第二段，后尾两段才有 Carol 甲读完，安尼好无？伊第二段即篇4段尔，就每一段的字拢算袂少啦，无啥进前有诶两段嘛算一段诶。好，来。安尼，我来开始读第7篇。无啦，还未啦，你第6篇，搁咧第6篇嘿，第6篇。哦，第6篇，阮阿舅是运动底出小分，阮阿舅烟头阁飘撇，伊的身悬比我100倍，伊常在讲，伊家己是运动底，讲伊真细汉的时，烦恼伫运动场的活动，会使讲是宁可不倒。比如讲，现在的铁饼、跳悬、跳远、电竞、竞赛的走标，搁较免讲，走长走短拢真厉害，常常比赛摕冠军，金牌一大堆。伊的体能好，做囡仔头王算挺好。伊定定带阮世界溜溜去，做一寡快乐的讲代志，做一寡，应该是我。伊有一个啊哩，伊有一个啊嘛，所以做一寡拖长音就会使，你无需要讲，做一寡啊，应该是无错，因为拄仔伊的寡是 KUA 嘛，啊嘛是 A 嘛。所以理论上，以我来讲，应该是拖长音就会使，无需要做一寡啊。一般咱讲话袂安尼讲的啊。好，后一段。好，玉玲话你感谢。阿舅少年还未结婚的时，伊就做师爷，学修理汽车。伊的功夫是一粒一的。阮阿金是护理人员，是自由恋爱哦。大家一定好奇讲两个人哪会牵做伙？因为外妈以早伫大学经营自助餐，来的拢是随下课就要赶食饭的学生。一摆规阵人做伙入来，无闲做一群。迄当时外妈请8个临时的学生工，阿金就是其中一个。外妈较扫兴，若看到有人骹手慢顿，就会大声骂人，阿金虽然毋是上紧上伶俐的，不过却是上来吵、上会堪得骂的。阿舅笑讲，因为骂袂走，干干就带伊咯。阿金应讲，以早定定听恁母啊细细念，就决定要嫁你。我来甲你细细念，安尼
才未食开啊！这是咧读喙鼓，嘛是感情好的证明。感谢啊，给哪而已。阿姑即摆经营一间收配厂，因为伊是运动底，体力好，服务嘛好，对待员工甲人客若亲人咧，所以生意呛滚。一枪在伫线工了后失淡薄，讲安尼会当放松兼和朋友博感情，因为定定食宵夜，所以阿姑的体重直直增加。对60几公斤变做90几公斤，身材圆练练，阿嬷像伊那最美丽咧。查甫人酒若啉话就济，这个时阵伊阁会提起当年运动遐请野的代志，阿丁就消遣伊讲：对，你即摆嘛是运动底，运动时间真短。阿姑的汽车收配厂要靠厂啊，伊讲要请一个负责制作的员工，安尼伊会当较轻松啊，希望伊会当照心愿。后前啊较有闲工，就会使亲像较早共款，带阮世界耍、佚佗兼运动。伊迄天腹肚若消气，恢复伊原本运动底的体格。就又阁是迄个山抽引导做漂皮的阿姑啊。好，感谢啊。K 落一寡家己敢若会无啥清楚，就是可能会念做伙也是安怎吧，也是当然咱台语本来就有诶拖音无问题啦，啊毋过迄个拖音甲念做伙佫敢若无相款咧。又阁是阮迄个山抽，迄个主要是尾啊即段上尾抓嘛，尾啊即段第一抓迄个嘛，伊讲要请一个负责制作的员工，即个请字就是请鬼听摇单的请，伫伊中文的语境内底，伊敢若会晓用一字尔，请人客的请，啊，请人客的请甲请人的请，会真差是啥？当然字形无共款嘛。一个徛人边，一个言字旁嘛，啊，一个是有，伫遮读到台语应该嘛是会使吧，就是有对价关系。我提钱用你，你帮我做啥物代志？迄是请。啊，若请咧是，你无条件啊，我无条件互你好处，你免回报无要紧，迄是请，对无？请人客嘛，所以迄个啥，台猪讲无相请。嫁查某囝才咧行大饼，伊行大饼迄个就是，当然你若有，你若假皮啦，人就摕大饼来互你，甲你讲因查某囝要嫁啊。你若假皮，无爱甲包红包转去，人也无你发啦。也毋过，台猪讲的时阵就是。主人家有喜事，我要庆祝是安那，我就台猪讲，你免包红包，就是来我请。所以台猪讲竟然无相请。等到你嫁查某囝，你才咧行大饼，叫我包红包互你安尼，啊，就是有来有去嘛。所以请就是员工出时间，头家提钱用伊嘛，所以迄是请几天的当然是即个请。啊，请是来，让我请，今仔日拢算我的，所以无共款。所以当然，即种请一个要创啥，即个请字，我就感觉伊应该是重点，伊就袂变调。伫即篇内底，我感觉伊的用字虽讲无迄个啥物他字、他词、四字词，还是啥，我就讲对遮，我对你讲是讲伊有押韵，甚至我就。搁对咧看第二届的时阵，我感觉伊有足侪迄种爱注意去轻读的所在。当然大声骂人毋是袂使，毋过我的语感，因为第迄个语境骂应该是重点嘛，所以我就会读大声骂人，吼啊，简啊就带伊。我的语感是因为这嘛伊
伊若古咧笑讲嘛，就讲滚生笑的嘛，对无？迄个带是重点嘛。当然讲，刚刚着带伊，感觉嘛毋是袂使啊。只是我就感觉即篇可能是伊要表达的，就讲迄个重点是啥？就敢若就决定要嫁你，伊袂讲着要。当然，伊若要表达讲你，毋是别人，着要嫁你，敢若嘛是会使啊。只是我会感觉对。我咧读诶感觉，我会感觉迄是假，就决定要假你，换我来甲你洗念。伊讲迄个安尼，较袂去用偏去安尼啊，所以这真正就是感情有够好，才会安尼摕来做俏谈啊。可我毋知咱台里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所以迄个湿淡薄，我就会甲伊读湿。无变调，当然你讲湿淡薄啊，敢若嘛毋是袂使咧，对无？无要啉济啊，就是一chút chút啊，所以淡薄啊就好啊，所以湿淡薄啊。过来就是迄个啥，顶管这个连结啦，是庄仔文化书因迄个做啥？顶仔会世界是啥物会？伊就是甲遮个学生稿。学生朗读过的文章去画线，讲教育腔口什么所在爱变调，还是轻读，吼，还是伊敢有3种嘛？虚线、双线、甲一线的款。啊，然后上下骹就是出版社所提供的迄个声音档，就是出版社有去请专业的老师去念遮的朗读稿。啊，所以是会使罔听。虽罔讲读念的人和作者未必然是同一个，但毋过我有听几篇也是，感觉理论上应该是无啥问题。当然，真足听范式迄天，有一个朋友咧讲，我袂记得讲到一篇啊，就是迄篇内底有一半字啊，迄就是对伊来讲，伊感觉怪怪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庄仔文化书去画顺，然后出版社有提供声音档，这是挺好，互咱做参考的。不管咱是哪学的，或者是要甲这种朗读稿的声情，还是迄个变调无变调，甲伊练起来，还是听起来呢？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塔里塔书、三条、这嘛是塔书嘛吼，溜去就是。AAB 的故事法嘛，定是塔二嘛，所以即内底即篇是原来有啦，只是敢若毋是伊的重点啦，我是安尼感觉的。还有啥物？我感觉有一个所在爱小可个说明一下，就是你好多讲迄个湿淡薄啊，迄个湿。嘿，湿。你若讲湿淡薄啊。伊就是轻读嘛，轻读感觉敢若较固定低调，对吧？是。啊，你若讲迄个湿要变湿，伊要变做自然变调话，你就要变湿淡薄啊。哦，湿。我感觉有一点仔奇怪。伊后壁淡薄啊。因为你若变调，你若变调话，如果你若甲湿，吼湿你甲变调变湿。对吧？变调啊，表示后壁咧。就湿淡薄啊，迄个淡薄我感觉。伊是淡吗？是啊，淡薄啊。伊是淡，伊淡是第7调呢。淡薄啊。所以伊就变调啊，湿淡薄啊，是吧？还是湿淡薄啊？因为淡薄这个词我感觉，敢若是毋是？看下啊，淡薄啊，淡薄啊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其实即句啦，我是看淡薄啊，是讲伊是迄轻读个固定低调诶，轻读诶，还是固定低调诶？湿淡薄啊，湿淡薄啊，嘿，我感觉安尼较正确啊。是，我看安尼。淡薄啊。较下咱的一般的语感，口语的理咯，对。
伫我我感觉你若用自然变调，感觉较奇怪啦。我感觉是安尼，我感觉就是讲这个所在，咱爱摕出来讲较清楚的是安尼啦。好，感谢着你，怀弟。我的语感嘛是，我感觉迄个习是重点啊，就是伊习，咱目前教电手就讲是习，嘛会使读到习，啊，就是细喙啊细喙咧啉嘛，啊细喙啊细喙啉就是，当然毋是咱咧灌豆豆安尼灌嘛，啊，即种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敢若甲外国人因去拍报，还是肉，可能拍报，因为拍报敢是英国式的嘛，肉敢是美国式的，我毋知影，反正就是有诶经验，就是即种所在就是重点是你和朋友去啊交杯开讲的嘛，啊迄杯酒也是淡仔啉酒，迄只是一个媒介，一个莫讲两个人拢空手，一个领导，一个咧讲，一个倒拢无物件，啊，就敢若对嘴咧讲话开讲尔，无啊就是接一安尼尔，所以迄个重点就是接一出啦，一喙啊反射，开讲1点钟还是2点钟，就三用回家去了安尼，大概是安尼啊。所以我感觉这个习应该是一个重点，就袂变掉安尼啊。好，所以就是不管你习也好啊，接也好嘛，对。所以咱要讲的是要强调伊这个动作嘛，好，所以我是感觉变动是，伊是读本调是对的，啊后壁就是算讲用轻读，就是安怎讲，固定格调的轻读的，伊拢是安尼讲。嘿，啊，这是我。所以就是讲习，所以就是我要强调就是讲，这个词就是不管你习也好，接也好，你拢就是读本调，莫改变调安尼。结果我真足看才发觉到，到无是收第8调呢，啊伊即马才是第4调呢。我真发觉到伊是第8条。我是看一下罗马字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是看一下罗马拼音嘛。是。如果去查的叫伊罗马拼音安尼读。是。啊，所以，因为我的语感嘛是讲，我是讲习啊，啊，这个习是第4条啊，对，啊，毋过校正煞是第8条。接。接对无？接是第8条啊。系啊。对啊。接。对，伊是接啊，接是第8条啊。接啊，所以当伊习啊，人伊就写习啊。是，所以讲作者是写第4条，啊，校正是第8条。不管嘛，人伊就写罗马拼音，就叫伊罗马拼音。是，无毋对，我请问一下吼，伊投稿的时阵啊，你先知迄。敢会因为安尼写即个沟通请伊改稿？会啊。会哦。请讲。实在一个伊就是摕来改迄伊连词哦，你若想无在去开伊，甲你个词拢改掉。是，所以投稿的重点应该是讲，你的题目甲你表达的内容，主要的内容。啊，当然用字用词，因遐的迄个啥，审稿的人，遐个专家学者，伊会甲你讨论，甚至征求你的同意。吼啊，你刚刚听上讲，可能老师的看法是啥？可能凡是骨肉人有种经验，就是好啦，代志到遮啦，你有2条路啦，坚持你即个词的写法，安尼阮就无爱收，因为你有你的坚持嘛。啊，毋过教育部伊即个朗读稿有伊个目的嘛，就讲，伊希望较正面，啊，而且达到一个教育的目标目的，互读的人会使展现声情啥，啊，因为是官方的嘛，所以伊嘛有提供正确的词观念，甚至内容嘛，你内容袂使写甲足水的，结果是黑白写的嘛，什么地球是4角形的。啊，月娘是会使冲击来地球，佮冲转去起来，啥都袂写，无可能的嘛，你袂使违反相信嘛。啊，所以
到最后就是有一寡事，伊会要求讲，互你两条路，你坚持你的写法，啊无收，或者是要收，啊你就爱接受因的讲法。啊，即摆即个12番誓，我会感觉，敢会是去沟通过了，作者蔡秀讲，拢讲11倍啊，我拢信2倍啊。啊，你到底要即摆到底收10还是10还是10？迄是因毋知啥物原因去定出来嘛。啊，毋过另外一个角度是，伊嘛讲迄是一个替代用字嘛，就表示讲汉字毋是安尼写，所以才写罗马字。过来，我个人嘛咧聊准，我个人嘛咧猜想，这是一个纵声词、纵声字，就甲即个纵声字加做动词来用。台语有足侪即种的啊，对无？甲我去用讲一个，但我咧干，迄就是伊叫出来的声音嘛，干，迄淡仔咧干叫嘛。所以台语有足侪即种用声音，伊去语声，也是讲甲迄个声音转做罗马字，加做一个动词，对无？门砰一个。啊，就迄是一个声音嘛，啊，毋过伊就是一个动作，伊是一个动词的结果，是安怎嘛？台语足侪即种字的啊，所以有可能我咧猜想，随便讲教育部是10、10这种第8条较悬的，啊，毋过作者蔡想讲，无啊，人拢讲11倍啊，12倍啊，10淡薄啊，是即种第4条的音嘛，啊，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，我咧猜想，教育部迄边的审稿的人就怎互伊说服去。煞毋是写教育部即个第8条，怎用写第4条？我想是，我猜想的啦，我无确定啦。不过我的经验毋是安尼呢。好，请讲，真好。嘿，就我所知的是安，是我的经验毋是安尼，啊，就我所知毋是安尼。就是讲，伊若亲像写罗马字的部分吼，伊咧像这个写词的部分，基本上其实伊咧选稿伊是会尊重伊的。我会记的意思就是讲，比如讲你若拢总写汉字，吼，你若拢写汉字，伊就要求讲你就是爱照教育部的标准来去写。啊，你若是写罗马拼音，伊会尊重你的拼音。除了讲你，比如讲你就拼音拼唔对，还是讲你即个词拼起来是较奇怪，还是讲是错误的。啊，若像即种语声词，基本上你若写罗马字，基本上伊无使。拢是尊重，原则上是尊重的啊，对啊。对，这是头一个。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因为伊讲了这种分享我个人的经验。过来就是讲，其实伊的内容吼，伊会根据伊的需求，会小可甲你调整一下。啊，当然有的人我捌听过，就是讲有的人感觉讲伊有一寡用词声吼，伊会感觉讲你安尼讲无啥适当，你爱改做安怎安尼，伊会甲你改了，伊会问你讲你是毋是同意安尼，嘿，啊那就是安尼，啊这是我所知的是安尼，啊我嘛捌听过讲，我嘛捌听过一个朋友较可爱是安尼讲，伊分享啊伊讲吼，伊分享就是讲，伊投稿伊有入选，有甲伊通知讲，毋知倒一个词爱改做啥安尼，伊无同意，感觉我就是坚持要安尼，我就是意思讲无爱互伊改就对啦，无爱互伊改就是照你拄仔讲安尼，伊就是无收啊，就无收啊。对，伊就无收，嘿。我个人的经验，虽然讲只是迄阵只是讲这款卖经验安尼，我个人的经验我是感觉伊无啥甲我改着，可能敢若讲，就敢若讲我写较长，有较长淡薄仔款，所以有一寡甲我就裁减掉，嘿，有裁一寡字句掉安尼，我的经验是安尼，迄阵我嘛是讲，因为无，咱你讲无经验嘛，所以就是讲。同看卖安尼是咱就知影讲人伊大概是伊作业大概是啥物情形安尼，所以我会就是应该就会使，若无760字就袂落注，我直接开掉，调讲是安尼啊。听起来是，有恁讲歹势。原则敢若是讲750字对无？对啊，700至750字啊，嘿，700至750字。是安尼啦，我会记迄阵是安尼我想着，因为2-3年我无啥记，我会记那就是讲伊会尊重你的精神啦，
尊重你的内容甲精神安尼。啊，伊有一寡所在有诶人，因为我听着是拢无啥共。啊，我要分享就是我个人诶经验来讲，就是讲伊甲我解讲足少诶，啊，只是敢若甲我抬一寡条安尼尔。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讲字数，吼，字数嘛是一个因素，然后题目嘛是一个因素，啊，内容嘛是一个因素，因为就讲，题目敢会共成，会啥人会行袂啦？若啥人袂行，看内容，内容若讲嘛真啥人，可能安尼题目要小改一下。啊，若阵讲题目也无够啥人，内容佫普普啊。可能安尼就无人，因就袂选。啊，若阵讲，因为怎讲有3因素嘛，一个是字数，啊，上简单当然字数，啊，毋过字数即个重要性，可能比袂过题目吸引人的重要性，甲内容吸引人的重要性。因为尤其是内容，你若内容较吸引人，而且佫有通好呈现的时阵，呈现声情，会使展现迄个作者的功力是啥。准讲字数伤多，无够，大概可能真正叫人拍枪啊！无够，我要安怎？我袂使帮你生字啊！啊，你伤多，我可能佫会使讲，啊，无你是毋是啥物所在减挂，还是你家己改是安怎？还是有当初咱咧写的时阵，会有一寡话屎，你知？有当咧写的时阵，超工要凑字数啦。啊，毋过你平常时啊，那。拢灌水灌死啊吼！你咧写的时候，你就足歹杂的。要毋过人遐个性格，人遐个专家，可能一个看就知，啊，你即句话明明8字就使讲会清楚，你有想要用12字，啊，你是毋是使减4字啊？啊，所以可能就是变成讲，咱若想要投稿字数，可能会使免真做咱优先考虑的。应该爱考虑的可能是内容，啊，遐用字用词当然，写无够济，或者是无够，互无够侪人看过，吼，可比讲的，若准讲终期要有一天你真正成做一个一粒一个作家，还是写作的人，你到迄个时间点，凡是已经有50个、100个人甲你看过，甚至雕过，甚至点过啊，吼，迄意思拢无啥共款。安尼你就足够控制，毋过打一开始的时候，无人一出世就遮厉害啦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啊，所以可能变成讲字数即条代志，可能会使暂时免考虑。啊，过来就是你处理过了，若准讲伊无收，啊无收换去投别位啊，换去投别，伊无禁止你去投别位啊。伊若无爱甲你收，伊无甲你收，啊你偏要帮你去投别位啊，毋是袂使啊。即摆会使投台湾作品的所在，其实嘛不哩啊济啊，对无？台湾通讯网报、台湾正线啊，不哩啊济县市，可比讲嘉义、台南，因这拢有通好投啊，桃嘛有啊，嘿啊，不哩啊济县市会使投的啊，所以这种算啥？磨练咱家己的迄个必尖的园地还是所在嘛，大概是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湾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，咱可能会使过来读一篇吼。高中做是几十篇啦，可能今仔佫读一届，明仔载佫读一届，应该会使哩吧。所以你会使读即个第7篇。第7篇，我毋知即个咱的阿丹子后要起来甲咱做伙读完。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。好，可能欢点看，即篇就是上尾段啊，上尾段当然一句尔啦吼，斗咧迄种的啦。啊，开段就较济段，较长嘛吼，所以可能是毋是我读一段就好，然后 Carol 读一2段，啊，Sunny 嘛读2段，了后玉林班读阿尾段，就是不哩啊大段正手边去边遐啦吼。除非阿丹起来，咱就再个另外安排。来，第7篇，龟头刀粽的滋味，黄秋燕。恁敢捌食过龟头刀粽？龟头刀鱼干北的粽，当年的4月份，阿嬷就会甲阿爸讨海掠着的龟头刀掠大尾，搁肥会太太咧，搁加切做一块一块，趁日头炎的时阵，拍做鱼干。
好，起来谈两段，再换3年。甲要拍光的龟头刀，规地，开始我从头开始。阿嬷甲要拍光的龟头刀，规地拍伫梯仔顶，不时爱变形，嘛爱注意天气。若拄着乌阴天，阿嬷就爱随时准备收鱼竿，毋通去予雨压着，但无即声就害了了，无鱼竿通别粽啊！阿嬷为着要绑龟头刀粽，把阮遮的囡仔遮里是细食，拍鱼竿迄几工，不时踮门口埕踅来踅去，因为庄脚所在足侪猫，你若闻着鱼臊，猫仔就会跳进你梯仔顶偷食鱼竿。若拄着学校休假的时，顾猫甲赶猫就真做阮的工课，有影真忝头。好，感谢啊。阿嬷拢等下晡较伤醒，才开始把龟头刀粽。把粽进前，爱先炒了，伊先用红汤头落去欠汤，刷落去，下龟头刀鱼干、虾米、香菇、五香粉，落尾就伫顶边水果豆油，迄落香味对鼎底浸起来，真正是夭寿香的，敢若闻着喙烂就强被就强被顶落来啊！你谈两段啊？哦，佫有一段吼。你后壁段咱遮的红拢炒好了后，阿嬷就甲浸2点钟的煮米糊起来，料仔滴水，才佫倒入去烟塔，撒盐、味素甲土豆做伙辣的，进前就洗好的粽虾，下伫汤盘，放伫椅头仔顶，粽干用钩仔勾咧，滴高车应该是粽下用钩啊钩伫咧竹高车仔顶，竹高车仔顶。钩咧安尼。是钩吼。钩啊钩咧，钩啊钩伫咧，钩啊钩伫咧。对，钩仔钩伫咧，竹竿车仔。竹高车啊，竹高车啊。竹高车仔顶，嘿，我头壳敢若无车仔，竹高车仔顶，桌顶放一大盘咸鸭卵仁，看到做好食款。好，感谢啊。好，叫恁帮咱头完。做好食款的。系啊。阿嬷绑的粽，细细粒仔真古水，搁内底煎甲甜，比煮米较济。伊讲粽绑较细粒的，虽讲真够工，搁伊一点仔都袂嫌费气。听候60罐粽，就会当做一骹点生活撒。阿嬷的粽绑较真定道，一大骹生活的粽爱撒4点钟久。阿嬷不时就爱顾雅树火，佮爱随时添滚水入去生活内底，安尼较袂撒甲臭火打去。阿嬷规暝拢无通困，过顿工透早龟头刀粽拄撒好，迄个特殊的芳气对灶骹呛出来时，就声甲囡仔大细诚做妖怪，喙烂插滴。阿嬷若偷粽下，若甲阮讲趁小食，要食龟头刀粽，佮爱阮阿嬷特别做的韵料，就是用青笑的雪月鱼肉落去空羹，淋伫龟头刀粽顶面，
迄个滋味是好食甲会得志，嘿，就是龟头刀长幸福的滋味。好，感谢啊！吼，你真正好佳在，早都已经食饱，应该准备要困啊，无可能真正大家巴肚枵。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真正无食过呢，我嘛毋捌食就是要过这去看卖。这敢有对买？龟头刀掌。我嘛头一摆听到。嘿啊，因为阮伫另外一个群组间，就是有即个作者呢。啊，伊敢若讲，哦，有请求伊的授权，互人读念啦。啊，电脑无叫伊家己读念，我毋知啥物原因，所以敢会是安怎讲？大多数的人感觉写还写，念还念啊呢。啊，过来就是作者家己写一念出来，是毋是转成做唯一的标准？敢有这种状况？我毋知影。啊，过来就是拄只倒手边的较尾啊第二段嘛吼，煞歌盐啦，煞啦，就是讲卖面盐啊，看人煞油啦，卖面盐啊，看人煞油，迄个意思是啥？敢若有淡薄仔迄种啥物狗眼看人低迄种概念，就讲迄个意思，敢若是讲一个故事，是讲若较好野人会开出的，就是伊就油互伊较侪咧，因为古早时代就是油草无遐尼富裕，无遐尼侪，啊，就是会足欠足毋甘用，还是安怎？啊，若较袂出地，还是啥，伊就无遐济油啊呢。所以一句就是卖面盐啊，看人煞油啊，是即个煞字。好，毋知咱台看人煞油啦。对啊，就是看人煞油啊，嘿啊。啊，所以迄个我听着，我嘛是看人煞油，看人煞油是看人煞油，看人煞油。看人煞油，所以是看人煞油。就是爱看迄个是啥物人嘛吼。对，今仔日马云咧煮面，吼啊你咧煞油我，吼我就看马云伫遐看人咧啊，你咧做啥？人问我讲啊，阿玲你咧创啥？我就看人咧煞油，还是看人咧做啥物代志？啊，伊只是你咧煮面的人，你就要看哦，这个马云来，这个好人给刷出来，所以看人看啥物人是哦，今仔马云来啊，所以看人煞油，嘿是安尼。还是讲哦，这 K 所以你讲即四字有两个意思。对。吼，这是看人煞油，这是看人煞油。嘿，我要讲就是讲，伊这意思是无共款的，所以咱咧讲的时阵，嘿，所以这可能嘛是甲咱是讲你看人咧煞油啦，对，种的感觉，嘿。所以照你讲，卖面盐啊，应该是看人煞油。对，我要讲的就是安尼。卖面盐嘛是看人煞油，啊，咱一般的人是看人咧煞油。我毋知咱台顶个较朋友敢是有人转听无啊？我搁读一下。我咧卖面嘛，对。卖面嘛，我就感觉 Carol 较高水，我就会加寡油啊，你。较好食，嘿，这好人客，我就加刷寡油落去。啊，这3年伊人真好，我嘛加刷，就是讲油加刷寡，加人一寡油的意思。啊，这马云吼有够歹剃头，这歹人啊，这凊彩啦，嘿，你就好啊，刷较少呀呢。所以看人嘛，看是啥物人，看是啥物人来，所以卖面盐啊是卖面盐啊吼，卖面盐啊是看人煞油，吼啊，结果边仔一个吼，可能我徛伫边仔看的时阵，人敲电话我，讲你咧创啥？我咧看人煞油。我拄仔无。有恁你无咧点的时候，佫无去想到，是卖面盐嘛是看人煞油，吼我徛伫边仔咧看嘛，阮朋友敲电话我讲我咧创啥，我就甲讲我咧看人煞油，所以是即个煞字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。看人
嘿，咱讲的看人甲看人就，看人食肉，通看人泡茶，就是这个。就看人食肉，毋通看人泡茶。看人泡茶，嘿，食肉你会捡到肉油啊嘛，你看别人咧伫遐咧泡茶，你会有可能你会去喷着。心就补头嘿。是啊，即个个另外一个讲法是，甘愿看人食肉，嘛毋通看人相拍。反正是肉甲拍是要做迄个啥，对比的嘛，一个是相拍嘛，一个是泡茶嘛。肉甲茶，肉甲拍嘛，对无？食肉无问题嘛，咱是泡茶相拍，反正拢是的迄个有尾就对了，哦。所以可能。我只讲煞油歹势，煞油什么意思？就是甜瓜迄种的啊。迄个做调味料，即摆是山瓜盐嘛，则是山瓜盐嘛，对无？另外滴水，嘿啊，盐迄个煞，对啊，煞嘿，煞瓜盐嘛，嘿，煞瓜盐。好，多谢。当然用中文解说是啥？撒嘛，所以字敢若是相款吧。当然，中文除了即字，是毋是佮另外伊是用啥物撒花迄个撒吼？是毋是用即字我袂记着。因为我中文已经诚久无咧注意，我毋知，对无？那用中文咧写的时阵，是写即字撒些盐的撒，还是撒花迄个撒？我毋知。敢若好啦，不管迄中文无我的代志，我毋知。台语是用即个刷瓜盐、刷油吼，看人刷油，我都要读这个上紧的，看人刷油。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当然，原来迄几道刀杖是小琉球的特色美食。特色嘛吼，伫小琉球遐嘛，龟头刀。龟头刀是毋是？另外，因为台湾四周拢全海，所以鱼的种海产足多嘛吼。龟头刀是毋是食啥物鱼啊？还是伊会去啥物鱼入？我知影乌龟吼，龟头刀啊。背乌是一种，背乌甲背乌虎嘛，对无？对，背乌。背乌虎是啥？我会记咧，因为目前咱的台语内底就是有，至少敢有2-3种虎是咧讲，掠迄种动物的迄个啥动物嘛，吼，啥物搁啥？天顶飞甲一个啥物，迄个啥物虎我袂记起来。吼，背乌甲背乌虎嘛，背乌虎就是咧食，对啊，龟头刀啊，龟头刀就是背乌虎啊，龟头刀就是背乌虎啊，所以。像会讲伊一个啥物词，有敢若无共款，所以范式即篇就是有迄个啥，作者甲教育部迄边的侦查，因为目前教育部龟头刀，目前教育部是收龟头刀，然后伊的建议书伊写背乌虎，抑毋过背乌虎敢若写汉字，无罗马字。更加无划顺，所以当然伫解说的时阵，伊有讲，因为定伫立背鱼，伊用中文解说啦，所以有背乌虎的别称，所以你若去教育部查，所以这是咪变成讲，咱明明该叫做背乌虎，你要收龟头刀，毋是袂使。抑毋过真看起来是背乌虎，敢若伫咧说明内底有放罗马字，抑毋过伊的建议书煞敢若罗马字无划顺，煞敢若汉字无罗马字，所以这可能嘛是毋知因内部的考虑是啥，这我毋知影。就讲金蛙虎、背乌虎，还有啥物虎？天顶飞迄个，我会记得食一种啥物？动物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
咱无对遮个动物食物有遐尼深的研究理解，而且遮个动物，伊的学名也是学术上咧用的名，拢毋是咱咧号的。咱一般的人，尤其过去7、8、10年拢互压制嘛，就不准你讲台语啊，哪有可能佫允准你用台语号遐个名嘛？准讲，根本遐鸟啊，遮尔侪拢本正就有台语的名，只是无去用承认嘛。啊，无去用承认时阵，就去用压制。也毋过，因遐人原来继续咧讲啊，只是外围的人毋知嘛。也毋过，因遐人还未死了了啊，还未死了了，就表示讲在因的口中佫有咧讲遮个名词嘛。啊，遮个名词，今仔日进前咱无啥机会通去知捌嘛。是毋是今仔日以后，咱应该是爱甲伊记录落来，甚至有声音，甚至有相关的一寡文字流传，无真是安尼嘛。所以，背后虎除了小琉球遐，伊讲鬼头刀斩是小琉球的特产。我会记背后虎甲背后敢是毋是伫迄个地？兰屿乡是毋是？敢是迄个迄啥达悟乡？就是因即摆因迄个部族，就是目前台湾原住民内底唯一伫咧海边的原住民。哦啊，因敢有即种啥物背后嘛？迄个像廖鸿基教授晓是毋是？伊是毋是写一个文章？听讲是迄个国中的国文课本是规篇拢收嘛，敢20段几段啊？啥物人？黄耀庆啊，想有甲伊改写做台文的，啊收伫国中，要毋过伊敢若收6段几段尔。啊，就是咧讲背后甲背后好迄个海洋的迄个啥故事嘛。所以对咱台湾人来讲，就是所有的一切拢嘛会使讲做台语嘛，只是过去遐的台语字词，还是台语的知识，因为无流传出来，佮伫伊迄个壳仔内底，啊，咱无伫迄个领域就毋知影，这是真可笑的代志啊！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拄则3年咧读迄是，我拢是读五香粉啦，我读五香啦，所以当然即种或者啥欠芳用的芳疗伞，迄应该有一寡固定的讲法吧，香菇吧，我想讲香菇啦，啊五香嘛，当然是毋是别所在，伊的香菇有别种读念音，反正拢讲即2年紧来读别个音，这我毋知影。啊五香我是自细拢讲五香。是毋是原来有别个所在，有别个音我毋知，至少我所知是目前教育部是收五香啦。啊，若准讲恁迄所在有恁迄所在的名称，这大概我感觉嘛是算合理而已。但头但尾目前教育部去收录这字音，其实敢若佫有一寡欠缺吧，就讲无去收着啦。我要讲的是这啦。啊，毋过伫教育部的即个朗读课内底，可能就是。大部分教伊的迄个参考嘛，大概是安尼。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咧读即个朗读课，后壁佫剩3篇啦，我哋明仔载再变看，看要读完还是安怎，再佫讲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个教育部的高中组的朗读课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头网分享、网交流。今日读到遮，感谢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再会。再会。